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相信，伫咱生命中间，咱有经历侪代志，出现劳动。这个劳动带来咱侪困扰，甚至有时阵带来咱生命危险。最近有时阵有出这个风暴大风大雨，有人的厝发现开始咧漏水。你的厝若咧漏水，真正真讨厌。咱中间我熟识一个朋友，咱的兄弟伊的厝开始漏水，对厝顶开始漏到伫这个房间内底，只好将规个这个厝了完全换掉。咱若咧开车，咱的车迄个轮仔漏气，安尼真危险，有可能会爆胎所以劳动、漏空伫咱的生活中间常常会出现。有时阵甚至咱的身躯嘛会老化，这种的老化检测互咱感觉非常的危险，也非常的痛苦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伫2014年有一个报道，印度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，伊的名叫做 Priti Gupta， 伊2009年时阵突然间破病。对咧破病了后，伊的目睭甲伊的皮肤会开始老化。伊开始接受治疗，到伫2010年的时阵，病情无较好，反倒转愈严重。毋但是目睭开始的耳孔、伊的鼻仔也开始咧老化，甚至到伫落尾，伊的手、伊的骹的指甲也咧老化。伊讲每一摆老化时阵，拢会疼，但是血若流好，就感觉较快活。伊是学生囡仔，就爱去上课。有当时咧上课的时阵，这个血就开始流出来，伊的衫就抹着这个血。一个同学看到伊咧流血，毋是同情伊，是咧取笑伊，甚至取笑伊讲，伊可能去杀身负心。伊的父母疼惜伊，带伊去找医生，总是一直无法度找到病因，甚至有医生讲，伊是毋是有神经病，摕血家己的身躯咧验。直到最后拄到一个医生，伊安尼研究，尾仔找着讲，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病，叫做类血症、类血症。讲只要人若得到这款病伊咧哭，还是讲伊咧流汗的时阵，伊的身躯就开始一寡血会掺出来，这就是种流血的这个现象。咱会通去想象，得到这款怪病的一个查某囡仔，身躯不短时有水的时阵，无水的时阵会流出这个血，对着伊的生活造成偌令痛苦的经验。事实上，咱活伫这个世间，咱嘛知有一寡病，咱知影，总是咱无拄有法度医好伊。有一寡病，甚至伊的病因是虾米货，连现代甲先进的医学嘛无拄知，就是知医生嘛无拄有法度真正来治疗。伫咱所读马可福音书第5章24节到34节这段经文，咱读到一个现主时甲当初时非常类似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有一个妇人人，伊得到12档的血漏症。这个血漏症，今仔日医学的名词，该称作是出血症、出血症就是讲伊查某人伊身躯某一个特别的部位的迄个所在，不管是会流出血来。这对伊来讲，这是非常身体上的一个折磨，也是心灵上真大的痛苦。特别伊是当时活伫犹太人宗教的社会中间，伊的痛苦愈侪。一方面，咱会通想象，当你看到血的时阵，你拢有小可惊吓。特别这个血一直咧流，无法度阻止的时阵，你的生命敢若
对着这个火一点一滴咧流的时阵，你也感觉你的生命一点一滴咧流失，心内会惊吓，也感觉非常的无助。圣经甲咱讲，伊嘛去找医生，总是对着当初时这医生来讲，这种病，通好讲是无法度医治。有一寡奇怪的医法，咱讲民间疗法，也是讲中医的做法。伊讲你着去找一种鸵鸟蛋，这鸵鸟蛋你着甲伊放伫布袋内底，放3暝3日，然后较将这鸵鸟蛋摕出来食，安尼好。总是食了事实上袂好。各种奇怪这的疗法，拢对伊无帮助，只有互伊愈来愈上重，因为无法度对症下药，所以这个病情就愈来愈严重。当伊的经济嘛发生困难，为着要医这个病，伊通好讲是将伊所有的家伙拢开了，所以伊生活变做丧凶，无法度会通继续有遮的金钱来帮助伊。除了这以外，伊的精神阁特别痛苦。当这时，伊是伫外犹太人的社会中间，一个人，一个妇人人得到血流的时阵，是互这个宗教甲伊断定是无清气。所以，伊若是无清气，伊就袂通参加群众这种崇拜的生活。伊就爱将家己隔离，人咧聚会时阵，伊袂使来参加，因为根据伫当初时利未记的记载，利未记第15章25节到31节，有关的即个血流的妇人人相关即款的记载。这段经文安尼讲，伊讲若是有妇人人伫即个经期以外流真侪血，那安尼伫经期的时阵，伊所流的血甲着经期共款，拢是真做无清气。伊即个流血的期间，伊倒过的门床，甲伊坐过的物件，也变做无清气。伫即个经期中间，无清气伊所摸着的人，所摸着的物，也拢完全无清气。伊所穿的衫也无清气。若是伊血流停止，伊就爱算7日，7日了后才算清气。到伫第8日，伊就爱带2只的斑鸽，也是粉鸟到伫会幕的头前来交互祭司。祭司用其中的一只来做赎罪祭，一只来做即个烧祭，为着伊来赎罪。因为即个女子所犯的是即个血流，即种血流伫当初时，甲伊断定叫做无清气、无清气的罪，所以为着伊来做一款赎罪的一款祭祀。所以咱会通想象，身躯已经无好势，钱拢开了后，佫袂通甲人有一个正常即款即个群体即款的生活，佫内心佫有一个责备的声，就是我是一个无清气的查某人。但是安怎血流？又伫当初时，即个旧约圣经，甲伊看做是种无清气。但即种的无清气，要安怎会通得到洁净？伫圣经中间，特别是利未记内面安尼讲，因为讲活命的米，活命的米，伊的生命是在伫伊的血，血代表生命，珍贵的生命。所以你若流人的血，你就是咧伤害人的生命，害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种的罪恶。若是你家己的身躯无自然的血，你一直咧流出，这是代表你的身躯一种无清气的状态。这是你对着生命家己本身的一个伤害。那这个种的流血所念着的物件，也变做无清气。所以这个血流伫当初时，甲伊断定，正做一种无清气的罪。但血流正做无清气，因为生命不断。因为你的血咧流出，你的生命也不断咧流失。这个敢若亲像一种的罪，罪是咱属灵生命的一个牢坑。咱若活伫这个罪中间的时阵，咱属灵的生命也不断咧流失，最后是孤单。总是对另外一面来看，这段经文也咧甲咱讲，咱安怎会通得到清气，然后咱则安怎会通得到洁净。伊讲血是生命，所以血也通来正做赎罪的祭物。为着要赎回生命，就爱用生命来做赎价。
所以伫旧约圣经中间，一个人犯罪，无论什么款的罪过，伊就爱用羊，也是用牛，也是斑鸽，这洁净的动物，伊所流的血，所造成的精生，也是讲所造成这款的牺牲，来成做赎罪祭。目的是要来赎回人的性命，用性命来赎回性命。所以伫这个利未记17章11节这段经文，佫继续讲，我将血予恁，是要予恁用这个血献伫祭坛顶悬，来成做性命的赎罪。因为血是性命会通赎罪。总是伫旧约圣经中间是用动物的血，用牛、用羊、用斑鸽这动物的血所带来的赎罪。这种赎罪只不过是暂时。暂时会通掠走一个人的罪，犯罪百姓伊就不管时不断地爱用羊、用牛等等这动物的血来为着家己赎罪。总是这的血只不过是暂时，伊袂通永远。常时这种的赎罪也只不过是你外表行为得到洁净，伊袂通真实洁净你内在的罪性，也无法度真实互你的良心感觉平安。总是旧约这的献祭，血的献祭，正做一个预表。到伫新约圣经中间，上帝为着咱备办一个永远的祭司，就是用伊的囝耶稣基督，正做上帝羊羔，为着要除去世间人的罪孽。耶稣基督毋是用羊，毋是用牛等等这的动物的血为着人献祭，伊是伫十字架顶流宝血，流家己的宝血来设立新约。来成做永远的祭司，互今仔相信伊的人，罪会通得到赦免，良心会通得到平安。原本因为无清气，毋敢将近上帝，总是因为罪得到赦免，良心得到平安，会通坦然无惊来到伫上帝面前。当这个妇人人，互这个血流折磨12冬久，检查伊的心，对原本有愿望。已经放弃一切愿望，伊差不多想讲无机会啦。我一生可能就是安尼啊。就是当听起伫耶稣的故事，特别是听起伫耶稣会通医治人的故事，伊的心显然开始有一个愿望。耶稣成做伊济绝望中间的一个愿望。为着要掠这个愿望，伊听起耶稣会经过某一个所在。伊要把握这个最后机会，伊决定想办法来将近耶稣。伊的宗教信仰甲伊讲，伊是一个无清气的查某人，所以伊毋敢亲像其他需要得到帮助的人，会通大声来呼叫，来到伫耶稣的面前大声呼叫。伊毋敢亲像迄个迦南的妇人人，伊的查某囝互贵妇生日，所以这个迦南的妇人人来到伫耶稣面前大声喊话讲：主啊！大伯的子孙，你着可怜我，我的查某囝真可怜，你着医治伊。伊嘛毋敢亲像管会堂的爱女伊查某囝强强要死去，所以拍伫耶稣的骹前，伫咧大声即个呼叫耶稣讲：主啊，你着医治我的查某囝，因为伊强强要死。伊嘛毋敢亲像一个青眉的人叫做巴底麦，即个巴底麦搁较大声。伊听见耶稣要对一条路经过时阵，伊伫个所在，耶稣还未到，伊就大声喊话讲：大伯的子孙耶稣啊，求你着可怜我。这个呼声，这个妇人人拢毋敢做，因为伊讲我是一个无清气的人，伊毋敢行到伫耶稣的面前，甚至伊毋敢去摸耶稣的身躯。伫这些惊吓中间，介无伊敢做一项事。伊敢相信，伫伊心内，伊安尼相信，讲设使互我有机会会通摸着耶稣伊的衫，咱圣经讲摸着伊的衫，台语圣经讲摸着伊的衫，若是汉文的圣经讲是衣裳繸子，就是讲即个衫啊顶悬有手，摸着即个衫啊，即个手的所在，我就会通得到好。当用即款的信心，互伊有一点仔勇气。伫众人下下客无注意的时阵，伊偷偷行到伫耶稣的脚前后，
然后伫个所在望耶稣三个三手。兄弟姊妹，信心有的时阵需要冒险，冒险需要勇气。你的信心，你若有信心，有的时阵会通帮助你来采取一种冒险的行动。但这领三手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意思？根据伫民数记第15章、申命记第22章的记载，这是上帝吩咐当初时以色列百姓因所做的。安尼讲，恁着伫世世代代伫遮个衫中间衫钳来做手啊，就是安尼有一个手啊，敢若咱查甫人留喙手，啊，这领衫嘛留喙手共款。啊，伫即个衫手的所在，爱钉一条蓝色的幼带。咱看到即个妇人人伫扣的，就是即个蓝色的幼带伫衫手的所在。但即个蓝色的幼带称作是啊，伫因希伯来文叫做日子啊，这是真做一个记号，要提醒以色列百姓，恁是互上帝分别做成的百姓，恁是属于上帝的。所以，恁有上帝所赏赐尊贵的形象。无论恁行到伫哪落，恁拢爱记得，恁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恁就爱遵守上帝的诫命。这是真做一个圣洁的记号，分别做成的记号。上帝啊，通过诫命，互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记号。但这个妇人人相信，这个带有上帝同在、有上帝同在记号。一个上帝通将人分别做成的这个记号，的这领衫躯啊的手，你若会通摸到的时阵，伊相信安尼我会通得到医治。这个妇人人凭着这点点的信心，伊来去摸耶稣衫的躯的手。但伫伊摸到的时阵，一个奇妙代志就发生。这个奇妙代志，毋是干这个妇人人感受到。是耶稣在心感受到，耶稣感觉有一种的气力对伊的身躯来发出。这个妇人人也感受到，伊感觉伊原本敢若咧流血所在已经停止。这是信仰，信仰永远超过伫咱的理性所会通了解、所会通解说的范围。你若相信信仰，你就无必然就爱需要用理性去解说所有发生的代志，因为信仰真做信仰，真侪所在已经超过咱理性会通了解。但耶稣有这款的感受，伊就问一个问题：啥物人摸我？耶稣知有人摸着伊的衫，当摸着伊的衫的时阵，对伊的身躯有气力来出，所以伊知有人咧摸伊。伊要来找出到底是啥物人在摸伊。当初时，围围伫耶稣身躯边的人真侪，包括伊的门徒，也包括侪遮的群众。伫这个摇摇客客的过程中间，有的时阵的确有人会去下客着耶稣的身躯，但是迄个时，耶稣并无感觉有关联对伊的身躯来流出，独独当这个妇人人。伊用谦卑，甚至踉踉蹙这种的信心，来到伫耶稣的背后，来摸伊的衫的时阵，耶稣感受到有一种的关联，一种的气力，对伊的身躯来出。当伊咧摸耶稣的衫的时阵，伊的心内咧想一项事，伊心内所想的，这是伊的信心。伊心内安尼想，只要我会通摸到耶稣伊的衫，我会通得到好。这是伊对耶稣的一个信心。当这时下客耶稣的人真侪，总是带着同款这种的信心来上近耶稣的人却真少。任何一个时代，真侪人有听到耶稣的名，真侪人讲我欢喜来相信耶稣，拢是侪人来到伫教会。也是讲来到伫参加聚会，只不过是干那要看新历，也是要来看老历，也是要来看朋友，无拄拄是带着信心来到伫耶稣的面前。但是耶稣这个时，伊要看，
耶稣这个时，伊要敲吹，伊要看，伊要敲吹，毋是即群遮尔侪人即群众，伊是要敲吹，伫遮个群众中间是啥物人有遮尔大的信心，竟然会通摸着伊的衫，像是互伊的身躯有关联来出。咱在英文即个字叫做 touch 是去摸。即个字伫希腊文内底，除了即个摸以外，嘛是讲我产生一种的关系，产生一种的影响，产生一种的感动。You are so touch me， 你所做的，互我受到真大感动。咱用 touch 即个字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伫即个所在，你问即个问题，啥物人摸我？伊是要来了解。啥物人有遮尔大的信心来感动我，感动到我会通对我的身躯有即种的关联来流出。咱门徒感觉非常的犹豫，这门徒袂通了解耶稣问即个问题，所以因差不多是用责备耶稣的口气安尼对耶稣讲：伊讲先生啊，遮尔侪人客客，的确有人去蒙着你嘛？你较会去问即个问题？啥物人蒙着我？但是耶稣安尼讲，的确有人咧蒙我，因为我知有关联、有溃力对我的身躯来出。显然，伫整个故事中间，咧甲咱描写一种的情景，有一个大家拢看袂到奇妙的溃力、奇妙的关联，伫即群人中间无声无息的运行。众人。包括耶稣的门徒在内，因无感受到这个关联，只有耶稣本身知影这种的关联对伊身躯出，也只有这个妇人人知影这种的关联已经临到伫伊生命内面。耶稣的关联是一个生性的关联，伊伫的溃力是一个生性的溃力，伊毋是随随便便伫这个所在就流出。耶稣的关联要流一寡人。要留什么款的人，就是遐有真实需要、常时佮带着信心来上群伊的人，带着信心来望伊的人，带着信心来感动耶稣的人。耶稣感觉这个能力对身躯来流出，所以想要知到底是啥物人，到底是啥物人会通感动甲，互伊对伊的身躯来流出这款的观念。所以伊真智。伊转身过来讲，是啥物人蒙我？这个能力是对上帝来的关联，是会通医治病的关联，是会通互你的生命得到换新的关联。耶稣要用这款的关联，平静大风大影；耶稣要用这款的关联，互病人得到医治；耶稣要用这款的关联，互爱老的查某囝对死搁活。凭着信心来到伫耶稣面前的人。因会通去经验到这个奇妙生性的关联。那这个妇人人，伊无做啥物代志，这个妇人人嘛惊碎碎伫这个所在，毋敢做大代志，总是伊凭着信心，将家己的需要带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伊用望耶稣来感动耶稣，将耶稣身躯顶这个关联临到伫伊的身上。遐尔侪人伫下客耶稣，遮尔侪人讲伊的嘴咧相信耶稣，总是这个妇人人，伊通过伊望耶稣，用信心来到伫耶稣的面前来望伊，将伊的需要带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单纯的信心来上近耶稣，伊得到这款的福气。那这个妇人人原本想讲，我只要望一个，然后我就点点来离开。伊毋敢大声，伊毋敢暴露伊家己，总是耶稣要看伊，耶稣要找着伊。这个妇人人希望得到医治，总是内心犹原有惊吓，因为伊毋知到底这个医治的耶稣是毋是该责备。伊毋知如果伊若承认，伊家己偷偷去摸耶稣的衫，是毋是互众人该起笑？拢是伊知影。这个时阵，伊袂通伫耶稣的面前稳重。耶稣既然有关联医治伊，
耶稣也知伊是啥物人，伊嘛知伊无应该搁再将家己稳重得到医治即个事实，所以行行，圣经安尼讲，伊行到皮皮撮。拄则咱有兄弟姊妹读到，行到皮皮撮煞会笑，行到皮皮撮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伊承认一项事：我有蒙耶稣的衫。上时，伊将这样代志前因后果来做一个说明，伫耶稣甲众人的面前来做这款的见证。耶稣无责备伊，耶稣温柔对伊讲：“查某囝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这人的信是对耶稣的信，但是耶稣犹原称作是你的信。信心是对你的生命所来发出，毋是你的老爸，毋是你的老母，毋是别人的信心，是你家己本身有这种的信心。用查某囝，你的信有救了你，你通平平安安倒去，因为你的病已经得到好。耶稣学了这个妇人人的信心，耶稣学了这个妇人人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人。耶稣温柔的声。有安慰伊惊吓的心，也透放伊内心的重担。耶稣阁予一个确据，伊讲：你通平平安安倒去，你的病已经得到医好。原本伊是干那感觉我的病干那已经得到好，耶稣予伊一个确据，你的病已经得到好。耶稣爱伊凭着这款的信心，平平安安倒去，会通恢复。伊原本家庭甲社会的生活，这个妇人人毋但伊的身躯得到医治，搁较要紧的，伊原本这个惊吓的心也得到安慰，得到平安。伊原本稳稳重重，毋敢伫人的面前做啥物代志，这款的人生也会通改变，成做一个光明正大人生。原本充满了惊吓的内心，也成做有平安甲喜乐的心灵。听的内面无有惊吓，耶稣听的稳定，将伊心内一款的惊吓，甲伊赶走。伊原本是带着惊吓的心来上近耶稣，总是当伊离开的时阵，伊带着平安欢喜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这段故事要甲咱讲啥物货？这段故事咧，甲咱鼓励，用单纯的信心来上近耶稣。你的需要自在，但是你得用信心、单纯的信心来上近耶稣。圣经无甲咱讲，这个妇人人叫做啥物名？总是教会史中间有人关的一寡传说，有人讲这个妇人人有一个名，伊的名叫做 Veronica。伊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一个妇人人，但伊得到医治了后，伊也开始带领侪人来信主。上时原本常我讲已经变做一个送养的人，但是上帝祝福伊，落尾也不知真做有钱的人。有一个记载安尼讲，伫主后320年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，有一个主教，有发现一个雕像，伫这个雕像放伫一个大厝底。的门前，这个雕像是一个妇人人跪伫涂骹，然后主耶稣伸手摸伊。有人讲，这就是这个维罗妮卡伫伊家己厝内底的头前来踩这个雕像，来纪念伊得到稳定的这个过程。可惜落尾这个雕像，和罗马军队将伊来甲伊拍坏。一个另外一个记载是对教会史家，伫第世纪出名的教会史家叫做尤西比夫。伊提到讲，这个妇人人破病了后，伊伫城里来立一个石碑，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后来，这个石碑伫罗马皇帝9年的时阵还佫存在，但是罗马皇帝看这个石碑，伊真无爱这个石碑伫遐，所以伫这个石碑的顶悬，佫起家己的雕像，将伊罗马皇帝的雕像，甲伊放伫这个石碑顶悬。后来，这个雕像雨雷甲伊攻破，石碑会通煞除，石碑有可能互人的手拍坏，石碑有可能互雷公降害。总是咱今仔所读这个故事，
今仔日已经2000几冬流传到伫咱的耳孔，这个故事继续流传伫咱的中间。这个故事继续咧对咱讲话，这个故事继续咧鼓舞咱。希望咱可能认为咱是无清气的人，希望咱可能认为咱是未堪一个人，总是当咱用单纯的信心来上近耶稣的时阵，主要替你做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，互咱看去，迄老是代表一种生命不断的流失。若是罪，就是咱属灵生命的破口。咱一项一项的罪，就是一个一个生命的破口漏洞。要互上帝原本赏赐咱生命祝福，渐渐通过这个漏洞来流失。人若话是罪中间，上帝无论原本有互你偌济福气，你会渐渐这福气一个一个来流失，最后你变做孤单。感谢上帝，今仔这段经文甲咱讲，耶稣有医治这个妇人人血流的源头。这段经文讲，血流就伫个源头所在就停止，互伊的生命无搁再流血。耶稣也将伊稳定的话来对伊讲，你通平平安安倒去。真正互这个妇人人得救的，毋是伊大声在喊话，毋是伊大声在求救。也毋是因为伊讲我会通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互耶稣看到我，甚至嘛毋是因为讲我会通摸到耶稣的衫。真正会通互伊得到拯救的，是伊对耶稣单纯的信心、谦卑的信心。这种单纯佮谦卑的信心，是经过人生济济苦难，经过一届搁一届失望，总是因为听到耶稣的名字，因为听到耶稣的故事。对伊的内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信心，这种单纯谦卑的信心，伫伊的心内成做一种的祈祷，安静的祈祷，恬恬的祈祷。上帝无拄要听咱大声的祈祷，上帝有时阵要听咱细微细的声的祈祷，伫你的心内面安静的一个祈祷。等于这种的祈祷，用谦卑单纯的信心来行向耶稣。这个信心会当蒙着耶稣，这个信心会通感动耶稣。以弗所书第11章第6节安尼讲：人若无有信，就袂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来到伫上帝面前的人，就爱相信有上帝，尚是相信伊会赏赐，也会追求伊的人。这个妇人人因为单纯谦卑的信心，得到耶稣的欢喜，也得到上帝的赏赐。伊对耶稣的信心，也互伊经历到伊生命改变这种的欢喜。这个妇人人，伊毋也是有机会伫耶稣的背后来摸到耶稣的衫，也因为这款的信心，伊有机会来正面看到耶稣慈爱的面容。也有这款的福气，会通清耳孔来听到耶稣对伊所讲怜悯甲慈悲的声。伊单纯谦卑的信心，摸到的毋是耶稣的衫，伊是摸到耶稣的心，一粒充满了怜悯甲疼惜的心。这个得到血流的妇人人，因为这款的缘故，对着耶稣的信心。互伊的生命对原本不管是咧流血，不管是生命咧流失，这种的生命转变，成做互耶稣甲伊医好，对源头将这个漏洞补满，伊的生命开始无流失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也提醒咱的生命中间是毋是有一寡漏洞？咱知你的落地啊，若有漏洞，你的人格啊，就流出去。你的茶杯啊，若有漏洞，你所泡的咖啡、所啉的水、所啉的茶，就开始漏掉。你的身躯若有漏洞，有破病的空喙，你的健康就渐渐失去。你的喙、你的厝若有漏洞，拄着风台天，拄着落雨日，这个雨水就闪起来。咱的生命若因为有罪所造成的漏洞。伫平常的日子，
咱济济好的福气一点一点在流失。伫患难的日，伫拄着大灾害的时阵，遮的灾害会真紧将遮的灾害渗入到伫你的生命内底。总是感谢上帝，咱有流动的生命，会通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得到修补。拄拄亲像即个迄老的妇人人，伫耶稣的恩典中间得到医治。感谢你姊妹，即个妇人人，今仔叫做 Veronica。检测，咱无需要知影伊的名，总是咱会通效法即个妇人人，用单纯谦卑的信心来望耶稣，互咱用信心来望耶稣。即种的信心会感动耶稣的心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祈求阮的上帝，亲像即个妇人人得到迄路血一点一滴在流失。伊的身躯、伊的心灵受极大痛苦，阮的生命也因为罪缘故，有大大细细的流动，直到阮的生命一一福气渐渐在流失。那这个妇人人凭着信心、单纯佮谦卑的信心，来望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衫，就有医治恩典的权能，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流出，医治伊的病。互伊迄老的所在对源头来停止，伊的病得到医好，伊的身躯恢复健康，佮较要紧的，伊的心得到平安。今仔日，阮已经无即款的福气，会通亲像伊共款，行到伫阮的主耶稣基督的背后来望伊的衫。总是今仔日，阮也阁有即款的福气甲机会，阮会通来到伫你是阮的宝座前。仰望阮的主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正做赎罪上帝羊羔的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来赎回阮的生命的耶稣基督。今仔日，阮愿有即款的机会，会通用信心、谦卑、单纯的信心来向你祈祷。只要我会通得到望着你，你就会通医治我，帮助阮。用这款单纯佮谦卑的信心来将近你，爸，阮的上帝，你伫每一个时代拢咧敲找有信心的人，伫一大群的人中间，你咧敲找迄个用信心来将近你的人。今仔日，恳求你也伫阮中间来敲找。愿你今仔日伫阮中间找到迄个有信心来将近你的人，阮凭着单纯的信心来望你，望着你生成的权能，望着你听从阮的心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时间它到底。
心爱的